离2024年总统大选只剩7个月时间尔，这民进党的赖清德宣布未来会补助私立大学的学费，今年尚无有2万5，要来减少到这公私立大学的学费落差。那也着批评讲，这是政策配票，是为着少年人的选票。不过教育部表示讲，这是教育政策，上紧在明年2月，也就是112学年度后学期就会当来实行。如果我们从明年开始变预算的话，我们来缩短这个差距，至少50%以上，大家说好不好？身兼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副总统赖清德前往台中为暑期志工服务队授旗，佮讲要互公私立大专的学杂费卖差伤济，会由政府补助费用。根据统计，111学年度全台湾的大专在学的学生囡仔89.3万人，其中65%读私立学校。若是学校学杂费平均每一年，公立大专是6万2，私立大专爱11万，差我要5万块。2.5万就是1半以上，有150亿上下，我会去争取额外的预算，不稀释我们现行高教资源。第二个，不增加我们私立学校的负担，全数由政府最快在1、2的下学期。我们以新闻科系为例，辅大的新闻系是5万5，政大是2万7，有这个可能性在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政策，那我们当然就给予鼓励。新政策出来，有学生甲教育团体表明支持。根据 TVBS 的民调，目前伫少年职员、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的支持度领先，早起去家人参观卫浴工厂，也互外界当作伫像绿营的条卡。这就很奇怪，台湾的产业发展难道还有分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会嘛？那个台湾是一体的啊，是经济发展或者说这种生活的这种模式的改变，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暗时伫台演讲，搁再提起学2学3演绎。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认为，侯友宜较早伫卡学会了，即马讲要演绎真矛盾。不过侯友宜原来有做回应，在核安的把关上，当然要尽心尽力啊。这很简单，也不要出来说明，把责任归属给地方，这哪对呢？中央全责，中央要负责嘛。2024大选剩较无7个月，哪立碑阵营拢拍拼争取民众的支持，后续各方的人缘甲热度，敢会继续冲较悬的？众人拢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